你唔係唔想用 AI，你係連第一步做乜都冇人敢講俾你聽。你而家每日負擔係咩？大環境差，訂單少，團隊撐唔住，流程亂，所有人喺度係要數字化。要 AI 要轉型呢，都係廢話。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問題係乜，但係你永遠過唔到3個死結，唔知從邊度落手，唔知邊個講嘅係真係假。最緊要係冇人同你講你嘅第一號動作係乜，個個叫你去學工具啊、上課程啊、玩 prompt， 但係冇人問你一句，你公司最值錢嘅係乜？最浪費嘅係邊度？呢3年我 all in AI， 踩進老闆唔想踩嘅坑，見過太多老闆淨係話要學 AI， 淨係收藏啲文章課程，但係一到真係要做，一動都喐唔到。你缺嘅從來唔係意願，係一套可以落地嘅第一步。你用 AI 之前第一號動作係咩？就係畫一張前中後地圖，拎張紙畫3格，第一格寫前端開源點樣揾錢揾客，第二格寫中台齊效點樣做嘢生產交付，第3格寫後端復購點樣留客再成交，然後每一格只答一個問題。而家最嘥時間、最嘥人力、最嘥錢嘅一件事係乜？就係一件唔好貪心。你會發現99% 嘅問題唔係冇 AI， 係全部靠人口傳口，靠老師傅記憶，靠 WhatsApp 亂飛。AI 係一間公司入場，唔係由學 ChatGPT 開始，係由呢3格入手。前端係有冇啲宣傳啊、報價、出海內容，其實可以由 AI 幫你試10個版本。唔使次次揾廣告公司燒錢。喺中台呢度有冇啲重複解釋1000次嘅流程，可以變成 SOP 加 AI 助手，新人1星期上手，而唔係跟錯幾個月。後端有冇啲客戶經常問嘅問題，完全可以由 AI 先接一手，再交俾真人幫你頂住諮詢、跟進、復購。呢度揀出一個最痛點，就係你真正嘅第一號動作。你唔係唔想用 AI，你係從來冇人同你畫過呢張前中後 AI 藍圖，冇人同你一齊揾出嗰個最值錢嘅第一號動作。真正危險嘅唔係你用錯 AI， 係你一直想用，但係冇邁出嗰個第一步。呢個第一號動作，我幫你一齊睇下，用 AI 幫你喺呢個大環境頂返上去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邊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